多谢宇秀在地人在地前要来关心环保的问题。全世界呢，快时尚产业的流行，产生真侪二手的衫裤，无论为制作到成品，拢严重影响到世界生态环境。所以讲，到一场大人、一场家长发现讲，这个快时尚带来污染，就发起呢旧衫回收再利用活动，就这乡亲将出来拍算要单掉的衫裤加回收，结果做成森林大富翁的地图。既然讲完成后，会当设计成一个永续环境教材，加强囡仔爱护环境的观念。全球时间产业的发展是愈来愈紧，造成二手衫裤变多，为制作到成品，严重影响到世界生态环境。到一点家长发起回收旧衫裤，搁再利用活动。每次呢，在清衣橱的时候，这些衣服呢都会被丢掉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让这些衣服呢有一些新生命。大富翁的地图完成以后，移交到县内各文化场所来进行环境教育演讲教材，免费提供场所的负责人讲，真欢迎各地公益团体会当加入参与。那我们也很有与有荣焉，沾他们的光，可以让我们这个场地让更多亲子共学的课程可以在这边落地完成。期待完成以后，会让设计做永续环境的游戏教材，让囡仔对如何爱护环境有更加了解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